大家好，我係香港大學中文教育研究中心成長易計劃嘅課程發展主任 Tony。教育局喺2024年推出小學教育課程指引，優化評估同課業政策，提出喺小一上學期以多元化評估代替測驗同埋考試，但係就未規定小一全個學年零測考。即使好多學校跟隨指引，喺上學期唔需要小一學生考試，但係都會有唔同嘅功課同埋評估。好多家長都會擔心小朋友跟唔上教學進度，唔識做功課。所以今日我同大家去講下點樣提升基本學術能力。講到基本學術能力，最即時會諗到嘅係學術上面，例如語文、數理方面嘅能力，但係其實仲包括同認知相關嘅能力，例如記憶、解難能力等等。喺學科上，小學課程嘅要求比幼稚園高得多。一般嘅家庭往往係由媽媽指導小朋友學習，但係其實爸爸都應該參與喺當中㗎。父母可以按照各自嘅強項指導唔同嘅科目，可以同小朋友一齊去預習，預先將每一科將會教嘅內容睇一次，等小朋友對相關嘅學習內容有基本嘅印象，上堂嘅時候就會比較容易吸收老師嘅教學。除此之外，仲要幫助小朋友規劃做功課溫習嘅時間，例如放學返到屋企休息幾耐就要做功課，同埋將當日學到嘅內容都溫習一次。但係家長都要留意小朋友嘅專注力可以維持到幾耐，適當嘅時候俾小朋友休息玩下放鬆一下。課餘嘅時間，家長都可以同小朋友去閱讀圖書，透過閱讀增加小朋友嘅詞彙量，對於小朋友理解每一科嘅內容都有好大嘅幫助。或者透過遊戲學習，例如用啤牌計數，增加學習嘅趣味。除咗預習、溫習同埋規劃學習時間之外，有研究發現家長嘅管教方式同小朋友嘅基本學術能力亦有密切嘅關係。研究以中國嘅小朋友為對象，發現強調自主同埋傾向支持為主嘅父母，佢哋嘅小朋友嘅基本學術能力會比較好。呢啲父母傾向俾小朋友探索環境，鼓勵佢哋嘗試自己解決問題，甚至喺一啲情況之下放手俾小朋友做決定。例如當小朋友有字詞唔識嘅時候，家長唔好即時就去俾答案，媽媽可以先鼓勵小朋友去自己估下，而爸爸就可以喺小朋友估完之後同佢一齊去揾答案。喺個過程入邊，小朋友親身探索，記憶會比較深刻，亦都會能夠慢慢提升佢嘅認知、解難能力。呢啲能力轉化到喺學業上面都會有好大嘅幫助。最後俾一個小提示大家，就係與子女同行，培養學習習慣，適時放手，創造成長機會。下一次我哋會傾下點樣去培養小朋友嘅自給自足能力。拜拜。